沙堡，门票好几百块钱呢。要稳得住，下盘功夫。那可不是嘛，跟视频里面 KO 的一模一样。小心点他的肘击，别太近身。钱财是，你看这傻宝就知道摆 pose。不打完回不去哦。哼，开始。好，深锤，漂亮！我去，我刚都没看清这发生啥了。我去！比赛开始。